頭起先來看這粒中度風颱象鼻，目前呢是當咧對台灣東部外海上北，包括着花蓮甲台東有一寡船隻，即馬攏已經入港咧閃風影啊。氣象署是提示講，今仔日甲明仔載這兩天呢是象鼻風颱離台灣上近的時陣。雖然講這拜二過風颱就走啊，也毋過拜四開始，全台灣是會連續了幾六天的黃霜雨。來到花蓮港看海岸的碼頭，關底應該是遊客坐滿滿的船啊，即馬全部攏停靠佇咧港內。受到象鼻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，業者預計尚無3天無法度出海。客人出海去，如果強浪大，或者是風浪不舒服，導致他們感受不舒服的情況之下，那即便看到了鯨豚，也是會不開心。拜一到拜二這兩天是中度風颱象鼻離台灣上近的時間。受到太平洋高壓勢力的影響，伊佇咧上北的過程會兜兜挖進琉球群島，預計佇咧拜一暗時就會通過沖縄灣附近。大致上在週三之前都是偏向以局部的午後雷陣雨為主。我們從今天呢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其實降雨是比較偏向零星的，在北基這一帶有一些比較零星的陣雨的情形。不過這兩天風颱走了，要是愛細緻，氣象專家就提醒，因為風颱上北會順勢甲西南風甲低壓帶牽起來，這禮拜四南部可能就會開始出現局部陣雨。拜五到禮拜這段時間，閣會有黃霜雨低壓帶結構影響台灣，全台灣的天氣攏會無穩定。有這個風在台灣附近伴隨着有西南氣流或者所謂的西南季風，跟它搭配在一起，中小尺度的天氣系統它移動得很慢，或者是連續有很多個中小尺度系統經過同一個地方，那就會產生自在的這個雨量出來。吳德榮就提醒，並不是拜過了後，逐天攏有造成災害降雨，也是有浪碰的時陣。不過，為電腦模擬預測來看，預計拜過了後一禮拜內，攏會注意相關天氣變化，出門就要紮雨傘，以防做大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